来哦，专门咧互小宝宝咧食的米饼又搁出问题咯。新北市有一间不止啊出名，专门咧做小宝宝米饼的工厂，讲迄个鸟鼠啊甲夹爪是白甲规涂骹，而且是用工业用的氮气来灌迄个米饼铝箔仔的包装。卫生局来下令限期改正，而且当场甲所有疑虑的商品拢来封起来。也毋过业者讲，因的生产线拢经过认证是无问题的哦。即日开始，6款的商品接受消费者来替换货。我一早醒来知道的时候，我非常的错愕，因为我们家从老大跟老二都有在吃，而且老大吃的非常的多。妈妈们业者伤离谱，因为因家的囡仔自细汉食的米饼，分辨出业者的生产线充满夹爪、鸟鼠。新北卫生局到场稽查，虽然无发现环境卫生的问题，不过所发现装伫包装的氮气有问题。所使用的氮气在钢瓶上面呢印有禁用于食品的字样，那这部分呢它的制成不符合卫生安全的一个原则。即摆新北市卫生局稽查，甲业者所生产的有机苹果米饼、有机紫米饼、红菜头米饼等等的口味，总共6项，封存497公斤。目前业者嘛甲商品全部回收。采用的是非食品级的氮气或者工业级的氮气化。就担心说纯度不高，也担心容易会有其他的杂质。专家强调，装氮气是为了保持食米的鲜，若是使用的不是99%纯度的氮气，可能造成食米变质。即摆标出米饼的问题，业者嘛发出声明，表示已经主动将全台鸭仔装的有机包包米饼预防性回收，提供消费者替换货，而且强调生产过程当中无污染，阁有有机工厂的标章。我保证产品绝对无问题，只是囡仔米饼的状况直直爆出来，恐惊连家长要买拢无法度安心。